慢慢市长率领大家骑着机械小恐龙，出发我们的高雄冬日游乐园。好棒！谢谢你们。市长，妈妈来看的话，市长妈妈来看的话，妈妈来看的话，旁边来了，3岁，只有3岁。市长注意安全啊！可以。拍拍一下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主动人我们的机械小恐龙，对，市场大上那个吃很快。好，跟着我们妈妈市长。如果妈妈市长经过你身边，跟他嗨拍一下哦，跟他嗨拍一下，跟他。